遐热的时阵爱来探观光财，也毋过今年台东煞旺袂起来。业者认为讲，就是受到花莲地东，也阁有苏花公路、铁基路拢断站的这个影响，人就较无爱来啊。尤其7月初6，也就是明仔是台东热气球节要来开幕，即马饭店的订房率煞干那是4成左右尔。规个歇热期间，咱咧算算的平均嘛干那5成，所以业者就呼吁中央爱来重视台东的观光问题。台东县政府今年破例伫东遐高台为初6热气球嘉年华举办热身表演。台东在地热气球公雕加上500只无人机的电光图案秀，点到夜空，现场上万人。不过，旅宿业者说是无介乐欢喜，因为即马住房率无介5成，比以前开幕前后用要客满进行差真济。5号照理说要全满，6号也要全满。热气球嘉年华14年以来，包括疫情期间，从来没有一次的开幕这么的惨。业者认为，今年休大台东的旅宿业受花莲大地震，佮加上苏花公路甲北回铁路连续发生交通灾害，影响民众来台东旅游意愿。虽然台东县政府真拼命推动热气球成功音乐会甲要开幕的铁花经济活动，不过相亲游客自由行旅游补助煞到8月照付，订房率直落，业者已经在了钱。透过县府举办的观光产业进行论坛，业者呼吁中央重视台东的观光产业，落车进行。地震的部分影响到台东，确实没有影响到台东。要把这些讯息让游客清楚明白的反映，让游客知道。我们中央来讲，我们是一视同仁，而且我们会有我们的预算或者是相关的法规。好，那我们会把这些的想法跟意见，我会带回去给业务单位。好。县府表示，已经在7、8、9月要办超过50场活动来带动观光，目标欠140万进出。不过业者希望中央赶紧将对台东自由行补助方案提早到这个月14，才能够较及时提振台东的观光效益。记者综合报道。